9蚊9，真係只要9蚊9就有一頂頭盔啦！開咗咁多年電動車，都係台鈴電動車深得我心啊！而家佢哋新推出個大優惠啊！呢款就係2025年新款赤兔，只要3799蚊，採用65000 CD 智能光感大燈，續航旅程100公里，仲有 GPS 定位功能，花紋防滑真空胎，超大容量座筒，仲有呢款蒼穹，只要4299蚊，搭載72伏23安大容量電池，續航旅程100公里，支持 GPS 定位、防盜報警等安全功能，引擎控車、無感藍牙解鎖，42升超大座筒，呢台車開起嚟真係好舒適啊！呢兩款電動車款式新穎又時尚，仲有多個顏色可以選擇，你中意邊款啊？近期有需要買電動車嘅朋友，一定要過嚟金馬大酒店呢間台鈴睇下啦！